样化解紧张的方式是不是都一直在切柠檬啊？我来2次，你都在切柠檬。哦，是哦。叶子为什么要少一点？哎，你要去哪里？你师傅，我去湖里，童年回忆，我等下就找出来钓鱼。请问你要的是金玉涵姐还是银玉涵姐？姐姐，你懂不懂捡东西呢？你去第一关就开始捡东西，那徐慧姐从第1关就开始切水果。这个也不会是自己做的吧？也是那口比咱不做哎。我该唔摸烟呢，没见你不耶？哎呀，一挑不会嘛？喂，会哦，大罗锅的。哎呦，你用不按枪哦？哈，都讲得咁嘛，该都不嘞。你不要跟我说你还是女高音哦。我以前也是女高音，真的。冲狗哎哦。冲狗哎。哦，我妈只有在骂人的时候会高音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係中白票，各位觀眾朋友，我哋就來到咧高雄啊！掌聲鼓勵一下，因為雲煙是為了一擺吼，真嘅哦，挺少咧，哦，電槍叫係嘛？對啊，就是想感受一下南埔嘅熱情啊。不過我哋講吼，其實有高雄啊，就動到非常多地面啊，就面嘅那種。火把啊，还有夫啊，譬如講去買親近夫，連旗攤，還有一個聲音很可愛的後是什麼？愛河啊，愛河啊。你睇同咩重點啦？你揾看，我哋還有 boy 凍醬吼，你睇講呢呢係金師傅。特別真件風景哦，師傅你講，其實啲下呢就像博前講嘅，一下就到愛河嘅松坡在上游的地方。福圈呢，佢咪佢連登一個石頭山，嗰時候呢有很多一個金師傅，一特別風景當中哦，香港有當到地方好老了嘅，比如八方呢又有石山公園啊，香港有陽陽嘅園啊，好多園啊，一條，你看來到一特別，做得帶幾年嘅時間呢？嘿，真勁啊！你看金師傅哦，那個426用慣，這邊就日本來賓哦，他的這個服裝特別用心。對，除了這個，香港呢個師傅呢，就係蔡天年啦，然後希望今日會帶來蔡天嘅好料理。冇問題。啲先呢來分享到嘅係安利顏玉涵師傅。大家好，顏玉涵。大家好，這個特別吼。放養2位哈，該上府君君就榮幸嗎？陸準備陸師傅，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但獅子不會有豹紋那應該要這樣子吧？哇，好朋友，來試試看，係有點可愛。對。好，馬上呢來分享到高雄嘅鄉親，呢風水呢係兩公婆傾下來比賽，分享到聽唱歌，入埋一歡迎。我是上面嘅朋友，大家好。像前東後呢，家己都肯定說唔是表唔怕，好，大家都看一下咱推啲片係來自大樹嘅表姊妹，呢條係川劇轉到藝術會，歡迎2片藝術見手喎。哇！而且對太叔來講演嘅，唔會誒，佢全啊。太叔有一點面點當好食，面泡飯。壯國誒，好沒哦，啲狗叔那是高叔。先嚟問一下，哥哥姐姐好，對產品主要福圈嘅係咪？沒錯，福圈。但人家都有推薦嘛，個好教好食好料嘅嘛。哦，有啊，青島係嘛？澄清湖，挺快哦。澄清湖，澄清湖咯。韓國也比較懂槍力嘅，用得很漂亮，佢槍哦。那個澄清湖以前他們都太皮膚了，太皮膚。我說結條白係嘅太皮膚嘛。皮筒用嘅，太皮膚，一比一個太。比行開太哦。我用算剃太膚。哇，高雄哦，咪個剃太啦，哦，富美太，人嘅心肝熱情，你懂太亮啊，懂熱情啊呢。我說搭拜來都啲係寫住唱我唔可以賺咧。係啊，真勁真。對，好啊，咱拜來去下嘅澄清湖看一下。好，該片係上面嘛，呢啲片哦係來自大樹，剛才就講到，咁門麵店嘛，你門唔錯咧。太叔好食的東西幾多，太叔因為人好，水好，所以太叔嘅斜張橋哦，翕相啊暗布頭哦，看也見安尼咖啡。高雄人啊，真係懂好，行到哪就有做得啉咖啡，看日頭落山都有好風景。我們行到哪都是高樓大廈，這邊行到哪，就可以坐下來喝個咖啡。你看肉看哪隻哦，去做台書姐咯，就係用甜甜點點。難怪他可以做法式料理。好啦，不過吼，迄個你澄清湖也喺度有個茶種橋嘅一個咖啡館，都分享睇起㗎。咱擺來到高雄嘅時節，營業唔啦，我所帶幾個禮拜嘅。
好，马上就来进行体育馆嘅挑战。料理风流蛋，梁翠会用现改嘅方式接近主要食材，3点分心指定爱做嘅料理。第2之前，唔知会取到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，梁翠会因为条件中3变到手腳來唔參麼？含入梁翠冇取到嘅食材，未為咗煮出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出乜嘅上道嘅料理呢？最挑嘅、最神奇嘅比賽，啱先是開始了。要到嚟料理風流蛋嘅時間呢哦，我看下來到高雄嘅豆味有乜嘅特別嘅食材。當然，我想要菜體嘅主廚來為你公布菜色。檸檬雞翅。哇，檸檬芥葉。葉，嘿，應該係在檸檬。好啦，那我們先派代表參選。哎，可是不好意思，因為我們這2個人2合1了。哦，這連體一出來就只能2個人。哦，手沒有辦法放掉。但是我們1打2，每幕為秀年哦。來，我們要派誰出代表？連體嬰剛剛切割了，我陪他嗎？好，準備好了哦。選了哈，剪刀石頭布。哦，我怪呀姐。來，我記你不想好，看你分都3個。定下，一、這邊看。 2、3，哎呦，反向掉。這什麼？元宵。黑啦。檸檬哦，那我們可以做冰的嗎？哎呦，都得熊款哦。對啊。那個口罩都遮不住菊英姐歡喜的表情。反正愛煮無粉乜嘅吹啦。你想我扮演係咪冇粉乜嘅吹啦。來，他兵來將擋了。對。哦，給錢來的。那我就穿強色嘅，我就。好，數到3嘛哈。1、2、3。反跳跳夫啊，反跳跳夫哎，这个很好吃。我跟你說，這是玉涵姐的愛，而且玉涵姐魚拜粥我很愛吃，她還讓我帶回去吃。等下，那玉涵姐，啊，你拿到也一，這個對你來說太簡單了啦。要不要換吶？要不要跟我們換？可以換哦，就給你換雞腿啦。勉強換一下，變棒棒腿啊！你真要換呢？沒有啦，好啦，好的，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好啦，呢出菜呢本身係檸檬，攞一嘅記憶啦。啊，唔過你風吹出到嘅係白鹽嗎？當對時，來風吹參水炸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哎，你看我那日為基隆菜小莫欠題來啦，所以沒有那種連結體。有啦。好了，偷簽一下啦。好，你看下攬出嚟一片吼，等一下吼，因為手道嘅係剃頭豆腐。體育館的比賽有信心嗎？有。哇，現在才出聲音。我們也幫忙一起畫下的。好，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開始倒算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玉涵姐出的這道題目，你準備下嘅反跳跳夫，撈下嘅元宵。元宵是在地的特色嗎？其實南部人會包嘢那個鹹嘅。哦，太扮演，嘿，太扮演前後生呢？不懂。好，來看幾多人嘅伴奏。哇，我用普味哦。我用先炸，然後和嘅佐料。哦，這樣用炒嘅。有冇有吃過咧嘛？有啊，試過小肚吼，有安尼。唔拉舌哦。有。那你有冇記啊？哈，給用公婆呢？啊，可以了。培養感情的地方就在周哈。哎這是他們的廚房情趣啊！那我們那個熱度夠了哦，後面那個要白哦，這叫老表，冇變換感哦。今下記到去到板站的時段，那去到係蠻啲嘛？對，吊籃又強嗎？還是姐姐其實你是打國際乒乓桌球選手 ？OK， 啊，你要得也還是去佛大的哦。有個叫對，勁到去滾房哈。還有排就破狗蛋戰嗎？有啊，盧卡有啊，真的哦。你就搞個諾陽班呢？哎呦，我給你辦車有冇？嗯，上下嘛，媽媽也個會做呢。哇，當年兩三年都會向他煮菜嗎？會啊，我老公嘛個會做呢。真的，因為彼此兄弟都兩啥感情啊？會啦，多包容啊。不想誰包容誰？都可以。那你係一家之主啊？哎，一個家。你看他們現在就是在對呀，感情非常好。我煮菜啦，啊我老公洗碗。注意哦，反正會累的哦，小心哦。這
个要怎么知道底部有酥吗？伊就对别看落是可能是差不多。应该是有一点膨胀了就可以了哈，膨胀了就可以了。有上色是不是比较漂亮啦？因为也不用太大火，太大火的话容易裂开。而且等一下嘎时候走在爆浆没走，我觉得也是一个效果。那是金汤哦。对对对。好，我们等下歌都转来哈。好，那我们先炸一下哦。好，就继续做哦。好，等你。来，各位阿哥阿姐。怎么了？来，姐姐，到安尼都小解一下，解下手度提条辅具后，你看战术啊，然后想法呢嘛解。做那个捅出贴糊，但是它是不是该新刀啊就得有扁呢？我们有先裹粉，先裹粉，温度够吗？温度测试啊。对啊，可能有还够对哦。够太火是吧？这样可能才快速定型。好标签的，好。我突然很好奇，淑慧姐，淑慧姐，你的头发很厉害耶。淑慧姐。他的发型是北韩主播头哦。发型刚刚太急了，然后因为我比较怕热，不好意思，所以就扎上去了。但姐姐，你果然是高雄人，你早知道跟我们讲一下。因为根本你真懂捏嘞。懂捏。他这个到时候你们酱料用拌挑啊，怎么调？柠檬啊，跟这个我们都是要摆盘。这红色跟那个香菜我们会放在豆腐上面，酱料。对，我们看大厨。所以重点在菊英姐这边哦。姐姐很厉害。这个是凉拌的，都很少在煮的，这种菜是很少在煮的。可能冻小人爱用拿来泡。不是代表讲佢做唔得拿来泡。它原本里面的原料是不是不适合泡？比较难。对，因为它是米浆，它是米浆，然后温养中哈。以为三呐。这个豆腐哈，本来哈是凉拌是在嗰度，也个含咧面拢出晒嘅贴糊，一种贴糊吼。几少人节呐？有厨师帮帮我。我们这一关有厨师帮我，某时高分机凉茶来走，好不好？通关密语。处食天数爱一起讲哦，来预备起。处食天数爱啊！好，我先骂啥？我们南美咸盐好啦。来。好，南美咸盐是我。南美咸盐是我。好的。斌哥是不是看不下去？斌哥很想帮。来，计时开始。等一下。你要化解紧张的方式是不是都一直在切柠檬啊？我来2次你都在切柠檬。是哦。叶子为什么要少一点？你要去哪里？我去童年回忆，等下就挑出来。请问你要的是金玉涵姐还是银玉涵姐？好，计时开始。我们可以重塑它的形状吗？你说再回到原形？没有办法，没办法了。这个没有办法的。你看那个地北都算是溶开的呢。煎完放回去那碗里面。是，这个可以了。也个有拿红来，等一下调米吼，也个再搁擦小失败。会切碎。等一下吼，小也个米头，切割泡泡啊。那浸下去，煮汁，因为我只有1分钟，做唔得做按做事情。辣椒吼，切来，放失败，小米椒，100桶，柠檬失败，最后放，好，安尼，7、3、2、1，好喽，也个好诶，等下米头咱煮过。咱拌下去又好诶，好，也个杏鲍菇会下去哦，也个拿红来哦。好，加油了，好有汤针么？有。好，那我们先过去哦。2、3、2，好，来。哇，来了！你要厨师帮我吗？我们那个汤圆2个炸好了，那我们再拌在一起，把我们的佐料。那你要用厨师帮我吗？厨师可以帮忙，可以啊。厨师来天数哦，好，我们很需要你们的帮忙哦。我爱唱马啥？哦，好，我们美女好了，来。好，来姐来。来，玉涵姐今天等一下还要负责鸡翅。16线剖一下还炒的哈。好，
好，起司开始，而且哦，哪一行你都破板砖冻好看呢？很像花枝丸。对啊，冻好看。找到几号好冇？系啊，几奖哦，找到几奖啊？你本到提条粉丝做在吃夹雪嘞。哎。你博海，我18岁，哎，18岁，所以要用煨的咯。对，注意时间哦。哇，真的是高手的厨师。也蓝带厨师呢。Tell you，用向梅都给吃落去。哇！咱铺嘅虾酱因为冻好是浮雕粉吗？哎，我上做要给菜啊哈。加点啊。 18桶哦，桶一起，哎，好香哦！哇，18样在，哎，一起养。等一下，泡一下，让柠檬，2、3、2、1，好，时间到了。哇，好，雷梦打碾豆蛋狗哦，碾豆蛋狗，哎，摆盘要用2。那我们就差不多，我们这里蛮顺的。好，碾豆孙哎，好，太好了，我们去秀他们一下。我现在用完了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给你，给我真好。哎，其实不会走对喽，这个边香哦，才是我们姐姐的这个，因为今天做太菜的。 姐姐妹有做职工都会做菜啊，我头也会念过，哦，啊，这个做20人，哇，这是做仔菜吗？明日有爱煮几道菜。你要化解紧张的方式就是是不是都一直在切柠檬啊？我来2次你都在切柠檬，哦是哦。大家还问基梁沙讲，哎，根本因为上节目会紧张吗？他讲说，现场人太少了吧？平常都是看2、3千人的哈。对，尤其是。 我们这边当志工，然后有那个锣鼓队，然后它有一个重点日，就是每一年的12月25号，圣诞节，它会有来自全省各地的那个圣诞老公公，也有，啊，欢迎你过来。会有吗？会有什么？宫庙啊，他们类似进香，就是热闹，然后还有来自国外的，对，所以欢迎你们有空过来。 姐姐，我们这样端起来之后，它就会没有火，因为它要离火一下，我不要焦掉了，不然会烧焦。好啦，那我们去倒数喽，因为它这边差不多哎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这样就，我们还要摆柠檬。对，等一下那个柠檬的木 CG 挺爱炒哦。走，我们去倒数啦哈。现场马上来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 时间到，马上就来试试看那天环地度，乃木凯米西卡站掉喽。好，另外一关呢，上海李玉涵师傅哦，帮你出一个难题，因为不管是亚个扮演，也是亚个反跳跳舞，其实都冇按好处理。先来试试看那风吹的哈。我声音有可能会爆浆哦。哦，也很板然呢。我觉得我们炸得非常好，外酥内韧，而且底度呢里面还保牛哎，不说给溜溜会不会有一点像是胎拌盐的感觉，加一点酸酸的，有一点像泰式的感觉，非常的好吃。讲 Q， 啦，乌娘粥的嘛该多好吃，一定好吃。两头出真运动聪明，因为破果的东西有本身可能下油。 我放在柠檬强下，那种柠檬汉板然哦，哎，其实东西下不？有入味。好是啦，原版的油，点个油，安尼面丝掉出来。然后咧试看去做两条剃头嘅豆腐，而且这个阿姐哦，佢本身哦咩是用来做铺的，对不对？唔过我知道还不会做对嘞，其实还蛮好吃的。我知道设计了当中会铺冰淇淋哎，外面酥酥底度真紧还马上发开了。不过处理起来。 倒是看麻烦的喂，可是这有点算功夫菜了。哎，你风吹吃到用班呢？甜豆更好吃。我们客家人哦，各种做一种的甜豆腐的，这有家乡的米线。哦，有不开米头啊呢？平常个做用班。柠檬的做到粉冇咁好油酸。嘟嘟好啊。嘟嘟系。 哦，哎，历史青藕肉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边全部吃完了。嘿啊，真的哦，冇想到啦，因为阿姐本身本来哦，假使要修炼哦，佢成为了该粉哦，做到湿粉啊，
然后个剃头头发哦，全部做啊，然后它这样会比较下安全，个见到会下好看。不过，我启动按用皂粉哦，哎，电动你还不会走的咯，擦啦。最重要，你要掏出来除了个剃头头发的处理方式之外，今下大家要学到个杏鲍菇吗？真紧就别倒香。杏鲍菇哦，厉害，果然係做台菜嘅阿姐。我等下師傅用等評分嚟夾來看哦。影像嘅時間馬上就要到位，都帶成績會係用版呢？阿牛含師傅搶分數。哦，1分。好，體育館最尾一票看下阿邊個搶分數。強壯係風吹，好慢喲。來，玉涵姐老太茶公平哈。我先講南區。哦，南區嘅飯條豆腐整得幾好，杏鮑菇嘛整得幾好，不過一個米拖吼唔錯嘅。今邊嘅題目是檸檬，你沒有放檸檬，放嘅是酸吃變糖醋，安尼又唔錯嘅。一個題目不符合題意，所以冇一個分數。不過整嘅飯條豆腐同杏鮑菇攏幾香幾好食。那來講紅炊嘅食材的控管，嘟好，不過嘅米拖攏有引起嘅檸檬嘅香氣攏有出來。你下話阿邊個來公平？哦，其實你了到哦，這些經驗當中，但是效果只係講臃腫嘅梅拖容易冇夾強下，將個豆腐又煎到又擦當好食，但是咧杏鮑菇咧梅拖哦。可能水對學到一啲淋上，而家係會實解醬，我變到兩個梅頭拌開來，還有冇凸顯佢個檸檬嘅個梅頭，個效果其實都了到。啊，你了到啊，後其實未做年係講，佢個有檸檬嘅果肉在切啲啲啊，冇是檸檬皮，所以加下嘢個梅頭會很好，係很好香。後佢片純有自家嘅特色，但是冇手頭介意，後面又做了成品能做到一盒啦，唔怕，阿姐。是小李啦，因為等下是用韓師傅來做，我們用高標準來看他，好不好？謝謝。好，你睇兩種食材真係冇啱好表現，比較起啊嘅一甲來講，一甲應該較簡單啲喂。如果你要做出有含字嘅特色呢，馬上就交俾你嘅邱師傅咯。哇，根本嘅吼，一甲之如水漲嘅醬色梅。肉看哪隻？來，你手度該係解熱啦，哈！來，先來小解一下，你今日手度解熱啊，其他嘅撈其他嘢的。蒜條，新香料先切好，然後檸檬要擠一下，然後有個雞翅，要再劃刀醃製，刺青啦，哈！對，好，實來做哦。蒜條，先切蒜條米啊，哈！那回到主場的感覺怎麼樣？幾歡喜啊！根本你倆拖出來哦，因為你去到係解熱，就買個貼票嘅煮嘢嗎？有個客人哈是辣椒個小，所以我們這個是做顏色下去，就是做樣子。做顏色啦，搭配啦。哦，是聲音就問題做得問出來哦。我們邱師傅很用心，見到個檸檬嘅皮啊。又要小睇咧，因為檸檬哈也取它的皮，才有那個香，但是不能熟到也太白咧，肉做唔得咯。有個等下有個染色嘅，對，這個也算很重要的，重要哦。因為家下攬脆撈香菜哦係表上去甜甜，但是炒進去口內會下香。香菜梗哈，我們把它燒入味，有個香味那麼一批啦。不過冇用安多，用空入嚟。葉子為什麼要少一點？你要去哪裡？你師傅。我去湖裡。然後等下就跳出來。請問你要的是金玉涵姐還是銀玉涵姐？我不用，就我本尊就。等下波浪刀。哎呦，它就混哦。你係切風齊條嘅，漂亮哦！啊，你等一下哈，整好嚟哈，個醬誒，這個杏鮑菇，它豆豉啊，杏鮑菇做唔得生一頭以為軟係，哦，原來是這樣。
果然是我们高雄市那个 C 龙，C 龙啊，C 龙，C 龙冇讲圣龙。来一个女婿菜。你讲来做得啦，因为去结婚的冇讲。哎呀，姐姐，你懂不懂剪东西呢？你去第一关就开始剪东西，那淑慧姐从第一关就开始切水果。其实我超爱吃鱼头的，因为谁师姐哦，外面就讲哦，你看樱桃有动斤重哦，结果想发现哦，因为樱桃啊偏晕。好，先下来整一下。我们是干煸吗？嘿，把那个它里面的甜水分煸出来，然后它的多糖体会慢慢释放出来。大家看清楚了哦。鸡翅我们这边画个2、3刀，哎，滚一米，哎，滚一米啦。所以大家一般处理鸡翅的方式都怎么处理？有的人剥骨啦，有的人没剥骨啦。对呢。两个鸡翅哈，我们要切里面，不要切表面。嘿，等一下下去煎的时候，滚捞。哦，好讲哦。所以等一下落去煎的时间很内面先落。切里面，啊，主要外面要白面下去煎。来，腌料，调酒。盐，调油，胡椒粉。可能嘅卤料เรา大家上係差唔多啦，哈。基本调味料，酒，调油，18桶。胡椒粉我用哦。桶18又好哎。煎的剩 B 面对不对 ？B 面。英文的部分。然后我们鸡翅，煎，好先。你是还在那个 tape 的时代哦？我先煎。要分 B 面。青窝油那个皮就会。哎，对呀，要有先炸过的那种感觉。啊，边个怎么个你只时在上冰酒啊？要冰滴滴啦，会半薄去含会按灶啦。哦。因为佢好，你一薄去后这边好灶，佢温度是会经到经过，经到经过是冻袂出破烂。又麻烦兵哥来煎一下。煎哈。哎，来处理柠檬。好。先刨皮。削个皮。哦，没有跑过。好香呢！可以请问老师，你刚刚酱料是加什么？酱油、盐巴、糖，对，基本调味料，对，酱油、糖，就这4样，还有一点米酒，哦，都不要太多啊，对，一点点，香味就出来了。对呀，让那个皮切细，对，切细，等一下哈，皮口呢还有口感嘛，但是系粉哦，是要香梅甜甜。其實特別嘅煎雞嘅時節咯，最驚就係我背後看出來凍醬，我嘅地背冇熟。地背冇熟。不是慢太火，半夜半个时间啦，都要汗用呢。烤肉都被烤糊，睇嚟地背冇熟噶。哎呀，所以我们给兵哥一点压力。哎，兵哥也个差唔多哎，以崩水。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雷梦皮哦，系切细。哎，一两边剪的有空水啦。哎，会加水哦。哦哟，会慢慢的变。要让它起吧，薄锅。会变熟啦，变熟啦，嘿，那么熟噶，18桶，它才会有一点点那个粘稠的感觉。啊，错，啊，谁嘛？我讲，我不看吼，假是煮料透出来会加变通，它的颜色会更亮，变通比较亮。按黄砂桶我们按金啦，因为二砂有它独有的一种甘蔗香味，对，所以变通魔法出奇怪。啊，颜色是够要亮啦，对啊。哦，我们现在开始做酱喽。像你透出来吼，差不多8只嘅芥子咯，会用几多只柠檬可能下。有一个太粒，半粒都差唔多诶。哦，那个并购咱嘅讲一行一下做係头蒜头啊，香菜嘅。香菜係你只時節就會變哦。別香咧。嗰係廣嘅部分啊，哈。廣。哇，好香哦。嗰下就變酒咧嗎？有變酒誒。拌的時候有變酒誒。哦，这样下去就有那个香。没啦，一个咸炒，一个咸炒炒的啦，当枸杞安尼啦。先煸香啦。对啦。所以你下吐出嚟嘅檸檬梅哦，香梅用翻攞熱梅咧。用嘅時間咪總得可以煮長久，因為但是咧檸檬吼煮長久其實會變糊。哎，对，所以水梅這樣煸。果然是我們高雄市那個 C 龍 C 龍啊 C 龍。C 龍冇講聖龍。一個女婿菜。你講嚟做得啦，因為佢結婚唔可以講。哎呀，你下火係大火，半支收汁嘛。好。哎，做乜計？個收汁嘅時節哦，檸檬汁冇強下落去啊。會變糊
苦啊，会苦黑啦。不能加热。哎，它加热会变苦。没有杏鲍菇可以加什么？哎，木耳啊。哦，木耳。哎，现在有玉米笋啊。哦，都可以，弄都得。我刚刚好嘛，可以不用那个青椒、黄椒、红椒。哎，都得。配色，安尼又差唔多哎。哇，想会什么？哦，想会什么？哦，有香哦，很棒。哇，这个柠檬下衣，哦，切到个油呢哈。哦，要有幫拍翻它好，沒有。我們你炒飯咧，有個炒飯。根本真叫按落一項用番師傅哦，按用本期做過以後啊，當場嘅傳統嘅地杯都會開菜咧。傳統就按你擺啊。哦，還有香菜。對。哇！八兩點子。你好。哦，還有，你要重點。喲，都得聽唔聽？檸檬香哦，色香味哦。好，掉起來俾大家看。檸檬嘅葉，還有就好食咯。师傅作为就很冇穷哟，而且呢，感觉到哎，这应该是酸酸甜甜一种恋爱的滋味啦。太巧了，吃吃看呐。好，然後先阿勇講嗬，咩我熱天我弄用看哪些，係因為太好食咧，酸甜哦，曾經就像戀愛呢。新老師咯，師傅做的吼，色香味，弄有，還規日天做本都看也是。食到吼，你主村嘅欣賞吼，凍難骨。真的，不好意思，刚才让你自己一个人，我有帮你顺便找好音源。係啊，到底等一下，到底應該係去到哪一片呢？真係要攞人聽抒情，因為高雄嘅特別嘅一個好素菜，好人才啊。所以應該講，略人嘅熱版，你係清熱咯。因為呀，金絲胡同一百了，順晒去撩撩一下可以。哦，嚟，咱這個這邊問一下，你覺得這個吃起來10kg用版？有個師傅哦，真的不愧一個大師啊！係哦，可以講天好食嘅啦，人哋應該朴素一下嘛。我做得，朴素。董線，你好啊，這咩線機啦？線到的啦。淑慧姐，你覺得嘞？就是佩服，跟電視上看的不一樣哈。不一樣。不是曾國成哎，真的哦。哇！希望今每群你也是。好，中國而家觀眾朋友呢，就要學到一個有戀愛面試嘅禮貌禮儀，我用嚟做夢呢。條前，你得到2分哦。林淑儀姐姐，我加油咯嗬！好，加油！馬上嚟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做下國家料。強用日出料理，大家都會注目強用嘅料理方式，兩處愛啲寒天嘅時間度，發揮自家嘅好手藝，完成自天嘅菜色。到底兩處會掉出乜嘅澎湃料理呢？一家之主等於強下國家料咯。好，歡迎來到北京來講笑嘅時間。我要哭了。現講怎麼的現笑啦？沒有，我是哭。哦，是哭哦。我講清楚了。因為不好笑。因為今天的主題哦，那個翁麗就相關。首先嚟講一隻吼，那翁麗就相關嘅小扣。好，我哋一下就2隻嘅翁麗，一隻係黃蛋，一隻係雞蛋，你會選哪一隻？不要選雞蛋。應該的，因為站久了會酸。跑小姐好好嗎？有一點點解熱，有一點被笑聲霸凌的感覺。哦，不過呢，博謙那個小口順帶你講下了，因為就跟你老鳳梨有關，而且主題就很多姜鳳梨。個客家音就挺愛啊。冇錯，而且呢片係南部嘅客家哦。冇錯。好的，我們看風水，用那個姜鳳梨帶出料理，那麼催苗。鳳梨富家嘅好。OK，呢條車已經得到2分呢，心都猜嘅。這杯麵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第6就信心，莫耳朵硬嘅天血血透。真的好熱哦！哦，我來談看一下，咱除了一片翁梨嘅國家料催苗很多，黃梨、黃金、
哇！哦，望利望金，给迄言供必须嘅手势啦。双金。嘿，水母日惯了，该还冇那多分数哦，有信心吗？有。两队都已经准备好势，马上开始倒数。3、2、1，抢开始。赶快起来走喽！蓝队真给我加油呢！哎呀，所以他们才煮汤嘛。什么意思啊？摸，哎，这个是比刚刚那个 Key 的应该小扣还好好笑。可是不要起来。哎呀，我用打用潮了。姐姐用板，没有都剪都给用。哎呦，你会按这样的盖比啊？也可以给比很强哦。就是一大早去买的哦。哎呦，今年梦里头奖啊！哎，梦头奖俺妈妈姨妹呢？是讲妈妈姊妹啊？俺妈妈90几岁，俺妈妈姨妹。这个南部嘅懂有名啊！面容贵有名啊！贵雄哦，贵雄要可能因为时间口水了的。其实俺平常底杯都没有那种，就是煮汤啊，或者叫面线呐。哎，啊，你们怎么那么贴心啊？煮鸡汤啊？哎呦，鸡汤哦。俺都卡最上主要的，俺会煮完那鸡汤，他把因为是香菇了哈。哦，我觉得香菇鸡汤非常那个泡汤有营养，又开口又唔会太苦。要给鸡肉哈先烫一下，小水给它放下一烫，再滚起来时就会捞起来哟哈。安尼那唔会甜味被失去。哎，你有用姜黄里面有用黄梨哦。用啊有啊，用啊有啊，汤会比较清澈。老公要跟我切那个老公，帮我切姜。你们在家里你都会叫他什么？因为夫妻之间我就记得有那种小默契哦。有人叫阿爸的，我妈妈都直接叫我爸爸陈真甜。苦命啊，看散渣死，听到我甜懂哎。好，哎，你给他勾做出来哈。好。哇，两套出张的阿姐散窗感。来看一下你们梦里头奖好吗？好。记得给王力是加咩做的？这个王力是去甲做的。你看，他厉害啦！来，哎，也是很较沉呐。有啊。哎，不用去救哎。不用12就做的。那还把沙把啊？哎，这个也不会是自己做的吧？也是把臭皮蛋补做的。唔会呢，唔会都会耶。对呀，你跳舞会嘛？会啊，大锣鼓的。会。哎呦，你又不按枪哦？哈，都讲的金马该都会嘞。你不要跟我说你还是女高音哦。我以前也是女高音，真的。冲狗的。冲狗哎。我妈只有在骂人的时候会高音。不过我家菜名的徐姐讲是王金鱼，啊，你们有冇选两种鱼啊？因为鸡肉煮黄梨苦瓜，差不多台湾全省的人都会煮完样。啊，我家来睇书，我的婆婆同我的阿嫂，就买鱼的个便宜，拢买鸡的个贵，就煮一太锅，都烹出来。所以呢，都是以安尼5度。海人都是5条。这南方标呢，有标嫩姜系冇啊？以前那边嫩姜一炒黄梨，然后我是那我盖起来了。哦，盖起来。啊，跟嫩姜做的不来烤鸭吗？嫩姜做的啦。每周不给洗嫩姜啊，这个也不会是自己做的吧？也是个臭皮蛋不做诶。嘛该唔会呢，嘛该都会耶。对呀，你跳舞会嘛？会啊，大锣鼓的。会。哎呦，锣鼓是我们淑慧姐的专业。啊，我见炒个凤梨哦，太叔最好是嗰种品种的凤梨。阿姐，你鱼皮做乜嘅无先落去啊？鱼皮先落去会跳起来，啲油会瘪，会被喷到。你又不按枪哦？哈，都讲的金马该都会嘞，还神力女超人。你不要跟我说你还是女高音哦。我以前也是女高音，真的。冲狗哎！冲狗哎！我是抒情女高音。真的哦。我妈只有在骂人的时候会高音。哎，会。好啦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下。那我跟她不同，我骂人的时候小声，因为她听不到我骂她，所以她不会回我。你就觉得慢慢这样搞。现在你慢慢做哈，好，慢慢做啊。要去皮头哈，没那个姜哦哈，要先用油去把它拉一下，拉给姜的米吸出来哈，比较可以去腥味。而且吃了对身体过好，给姜啊有包压啦，安尼过好啦哈。啊呀，水滚的安尼就给肉给控下来的哈。就先杀过嘞哈。系啊，杀过的，过黄梨、
凤梨不是炒过，没炒过。这个应该不是选站着的吧？哈，站着的，真的较酸呢，因为它要酸一点。这样是最营养的。哎，凤梨煮的吼，唔爱黄的，我买好说7、8强的，哦，味道会比较清澈。吃水果的时候是下甜掉，腌菜的时候还是下酸掉。对呀，还有酸米呀，凤梨姜。加个凤梨姜，你看看妈妈种的凤梨姜，哇，颜色很漂亮，非常的好，完全都是天然的。跟副瓜跟浓啊，像瓜兰枪很可惜，有酸有那呢扑鼻过是，吃起来比较肥甘呐，肥甘，佢肥甘嘛。古说唔好撞迄个弄迄个啊，吼，我咸乖，因为也拖通过的没有嘛，当必煮。啊，必煮10分钟哈，等下有了强人他可是给他。好，新补呢？我们这边好了，好，赞。这感觉好赞哦，擦的哦。而且姐姐你懂不捡东西呢？你最第一关就开始捡东西，那淑慧姐从第一关就开始切水果。该下这美就讲哦，该洗水节咯，洗个水节，该挑系拌马莎雪，该肉啊系拌马莎雪。真嘅呢，冇拌嘅阿糯米，安尼演出式的个豆饭是他是的。可是你等下落去用它煲系嘛？也个煲的凤梨酱，也个含咧新鲜的凤梨煎2味啊。一菜2吃，对。哦，不过我们看记得就见斗啊，用那个叫什么徐师傅最爱讲的，那个梅纳反应，我觉得很逗哦，爱做黄金，做黄金蛋呐，做得出来哦。那我要10斤，你帮我拿，人家用量的，你用斤，蛋酥，哎呦，这样才有符合主题嘛。你们刚刚和声好好听哦。要再次预备起。你有想过音控的感受吗？那这样慢慢把它往下拉，所以你就该下是就不用该讲听哦。该风头冇不用落去哦。冇。哇，好美丽。安尼样有米就好呀，有米啊，也个凤梨粒哦，个一粒的不用下去。哦。哇，这感觉超棒，超营养的。一粒的，也个含咧红体味，吃得到果粒哦。你要不挑梅嘞嘛？挑好。我看起来你等下个步骤啊，很懂得哦哈。那我们先去看红队。好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好。然后嘛，婆黏的哦。你留个副瓜哦，要圆压黑切。18倍摸太圆模式。我有一些切。这样就可以了，再煮1-2分钟就可以了。给你有熟哦，一定会熟哎。好，因为刚才汆烫已经都滚过了，然后再煮一样哈，一定熟哎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来。呀，还葡萄柚哦。哇，红柚哎。为什么会放葡萄柚呢？因为有一点点酸甜的。哦。该下就会直接灌用音讲，爱你做冇酸。冇不用雷梦，我们这就加好加满。这个要放进去，不能放旁边哦。对，没走白盘的哦。其实我超爱吃鱼头的，因为谁去这样爱妹就讲哦，跟樱桃有动菌种哦。结果想发现哦，因为樱桃啊它便宜。让你摆盘是会好嘞，系吗？好了，我们去倒数了啦。好嘞。现场马上开始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看那最杯面一罐用中凤梨编成料理来做开餐的喽。耶！来到南部，用会做的模式到中凤梨呢，鼓手来看一下菜天用的编发料理。提前来吃看那凤雀呀个凤梨苦瓜鸡汤。吃落去马上转感诶，完全哦是唔到个苦瓜的妩媚，完全系个凤梨啊，还有个鸡肉，个甜梅。但唱出表演个中凤梨落去听听，就做得有按情甜的鸡汤。你凤梨嘛卤到个回事啦，伊唔会太咸嘛。你啊痛头哦，真劲哦，非常的好。沙沙落是咱嘴里阿片做个巴沙巴，然后个中凤梨强下，一菜2吃哦。中凤梨做的做按度编发，伊连那个蛋液里面呢都有用中凤梨落去，所以说呢，它算是一个很多元的菜色的表现呢。多元化。姐姐吃到牛板呢？我是青龙是咯，
蛋白质应该都非常的高，很有营养。懂营养。两套菜哦，因为结合菜体嘅食材。八十八，还有阿姐又去自家做嘅酱王梨、嫩姜，都係去自家非常擅长嘅。请赐我们一票，感恩。有这么好笑？没有，姐姐感动。哦，对，希望等下两位师傅咪做啲本基底咧奖赏一下，到底师傅运用慢评分咧，给来看哦。先来请 Q 师傅抢分数。哦，蓝翠得到1分。恭喜！好，等下看一下阿边个抢分数。风吹得到3分。Q 师傅抢公平。红吹哦，你的妈妈quite厉害哦。你种凤梨做米丝quite好食。不过哈，还有一点点小撇步。在煲汤的时候哈，可以放一点小鱼干，那个鲜甜味因为是把加分是吧？蓝翠呢，因为它有做2味，而且他们自己做的凤梨糉味道也非常的好。阿边个都解释一下，那边哈，那领导哈，那上讲因为住个乡下，冇成讲因为见的人啊，然后见丝木鱼平台下，如何来条平上上拎上的些，伊见过的东西当为一个绝种。伊拎上伊是否有介味道，东西配到当到，但是介酱崩里的味道好冇按凸显出来。啊，你片是譬如从你的盖汤的部分是表现出来你酱崩里的风味。好，其实2片选择到一好有创意啦。好，亚哈比赛成绩已经出来吼，师傅嘅指教呢，睇请阿妹来做一个参考，马上出来颁奖喽！来到高雄比赛呢，看到高雄的客家料理老北铺冇共用呢，有菜提起个好米丝，成绩已经出来嘅，风吹得到3分，蓝吹得到1分，现在恭喜得到3000的人民嘅约会金啦！哎啦，唔係約會金啦，約會金，恭喜！4年以來最大嘅禮物來了，你係2台禮金口嘅藍精靈呢，你嘅不粘鍋具組1張，有啦嗎？夠了，夠了，還有一個，哦，來，還有一張，來，哇，鍋具組，你看這動火款的Tiffany 藍的哦，好，這個我幫你拿。哎，你冇做健康嘅導片。你好啊，總得揾我拍攝。先嚟睇下龍梅子禮拜六參加，也係先帶老太茶分享一下。新歡喜呢，我第一次參加嘅，很開心，很好啊，很興奮。今日辛苦大家對台北下來啊，今日一個節目啊，要幫我哋嘅試驗又仲係自家做嘅料理嗬。會嘅一個機器幫我哋係幾好，而且聽講個來到人還得到不用嘅一個 kiss 呢。對啊，大家來吼，我問一下喬俊娜姐，因為大家識當然很厲害嘅料理啊。因為你嘅熱情太熱，非常開心。很好的善緣，讓我們有機會來參與。希望有機會可以利用這3個鍋，然後我們來展一下身手。家常菜啦，哈！歡迎你們來品嘗。恭喜！其實我今日來比賽時，扣銀子啊，加個扣出來挺好。跟佢請我講出來，我說能買來嘅時間呢，做本主持。係啊，做得咯。本主持，講嘢料理。因為你嘅一道嘢要加愛落去做料理。我說呢，朋友各位觀眾朋友到電視機前面，你下仲唔是上岸到嘅，日日來報名，一家之主等你來分享好美食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聽我來報名哦。